見。今日係第二晚啦，咁啊 ，hello。哦 ，sorry，OK，thank you，哦 ，thank you so much。今晚係第二晚啦，咁啊，我記得我尋晚咧都同尋晚嘅觀眾朋友講，我話好多時咧，我做演唱我都會諗定一啲嘢講，咁啊，但係嚟到馬來西亞呢度咧，我就冇諗到啲乜嘢好特別要同大家講，因為由90年代開始我嚟馬拉。